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又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吼，对你身体健康好嘅东西吼。怎么解呀？哈，大家就讲，爱食有机嘅东西，所以有机系乜解？种有机就系真正系有机系，可能有当到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啊，看到讲，有機啊兩隻事，唔過其實就唔係真嘅按上心。唔過你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哦，上來按用嘅來看真嘅有機嘅東西，有機嘅青菜，有機嘅果子，愛同大家來分享。細細格格來分享，你今日節目度有請到嘅來賓係你天府有機農場嘅羅文祥羅太哥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羅文祥。嘿，歡迎羅太哥來到呢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，所以有機係乜嘅東西吼？唔過好愛聽人嘅口音啊，其實啊，你去講開了，唔係苗栗人，唔過人家哈沙啲苗栗有一間農場，做乜嘅會按呢？因為本來係桃園人，錯冇？桃園觀音人，因為我喺觀音下話海順啊，哦，cái海風啊，還有個安多污染哈，cái供氧氣安多，啊，我天種出來嘅菜，我切個都唔相信佢到底有機啊，哈，但係只冇到觀音種，啊嘛係我做事嘅時節到苗栗哈，做事做3年，啊3年我看到苗栗嘅cái環境哈，實在是當好。真嘅哦，颱風打唔到，因為後邊有那個中央山脈，然後嘅風全部就凍起嚟。係，喺苗栗有凍到山，cái天就先到喺山窩，在一窟一窟咁樣嘅，cái颱風打唔到，還有煙下少，啊有冇埋工廠，冇污染，還是空氣下好，還是溜到苗栗公館開始。種菜，公館就開始種菜。唔過而家幾隻農場佢嘅蔬菜差唔多係啲苗栗那一種蔬菜。唔係對台啦，天然台啦。咁苗栗還有東人種有機嘅東多啦。係，故所啊，Andy 對苗栗來啊，唔過雖然佢係桃園人，唔過佢一下啲苗栗啲嘅經營有機嘅農場哦。故所一下就來請羅太哥同大家講一下，人嘅農場。一下有種哪啲東西？我種下都係蛇嘅菜，像小拍菜、青江扒、腰麻、頭誒、小黃瓜、台瓜、西瓜做成有啦。係，一下差唔多要到時節。係，做成種啲啊，四節都得種嚟啦。冬天我是要種玻璃菜啊。青花菜、白花菜都是有種，四地四種，44種是錯啦。對，四地四種，44種，因為要到蔬菜呢，要到時節適合種乜嘅，農民就種乜嘅，按你就會輕符合呀太自然的生種嘅要種嘅方式，錯冇？韓國啊，你看呀哈，就是內瓜、小黃瓜，這個時候，故說基本也沒有帶來這個小黃瓜，對不對？哇，有機嘅做嘅種到暗蟲哦。對，佢就用溫室哦，溫室旁一百度種是錯啦。係，佢嘅水啦、配啊嘛，下好起來控制哈。然後啉水又啉得多，佢內瓜哦，一日差唔多2-3公分那樣上嘅，上凍嘅。一隻冇注意就上體蟲誒。cái台瓜哈台條我就冇帶落，台瓜頭一挑到啲差唔多勁人，哇，切凍醬咁樣嘅。哇，故說你嘅種嘅方式係用溫室來種一條青菜，大部分是用溫室的方式來種，嘅用水灑水的方式是用自動嘅，我就看個水管來吼，個莫打開來佢時間會噴啦。哦，到底莫打控制看到噴20秒時候咧，20秒唔是噴小長條，20秒鐘其實到底咧，佢個配是到底下來個水邊度向下噴。故說係有一些像是自動化的方式按你來做，對不對？咁再嚟同大家講一下，上來用溫室來種東西，佢嘅好處係乜嘅冇？哦，唔驚落水啦。種乜嘅會驚落水呢？你農作物。從來你瓜嘛凍驚落水啊，佢個
該風菜，嘿，風菜，風菜該日落水嗰時麵，哈，就會麵體咯，麵係佢就係麵，該條嘛凍姜落水啊，條會咩樣樣？日落水該平時來咧啊，該就當按照燒餅啊，哦，該就係會用一點一點啊，該是會來啦。係唔係尤其因為安尼易水又是酸雨？該排嘛有點關係，係關係哈，還排就該就都有該平嘅包子啊哈，都空氣自由咧啊，該日落水其實帶來咧啊，但係特香伊袂就是唔驚啊，就唔是驚哇！唔過其實呀，用溫室來種東西啊，有咁多種方式，可能要全部要給包起來，也有半開放式的。係，羅太口中同大家講一下人嘅溫室包的程度，保護的程度差唔多一樣誒。特香伊袂獨還是冇。水淋落去天啊，像蔥啊，嘛該大先倒啲落去，該毛貝種來啊，該都嘛有種毛貝，像喺馬鈴薯，該是馬鈴薯就係種到毛貝土地嘅，個風吹條該都有大先種毛貝，啊，你下該番薯仔嘛開始種咧，嘛是種毛貝，有種係是鹹唔驚蔥啊，就是種毛貝，啊唔驚水唔驚蔥啊，是種毛貝，種毛貝，啊其他人就種到溫室地路，然後佢保護好，因為泰國人係用有機種有機嘅方式，其實種有機，啲台灣愛種有機要有認證，冇咁簡單，跟認證要檢驗嘛個東西啊。哦，該凍豆公哦，你開始意思就看你來隻天，哦。又符合該按照農發條例啊，農牧用地嘛。哦，從地利的那個從山啊，你是懂得用，該山好好嘅自然生態，就該你用嚟啦，vet 按講長來種，該是冇符合有機嘅該要求啦。但是天一隻，你之內你是先檢驗該土。奶啦，還有水，有重金屬殘留嗎？哦，有重金屬那種唔得。啲重金屬殘留你是啷種哦？就是那個標準以下，該長到得種有機。啊，你通過咧以後，其實我來看啊，看你天碰水嘅天又種哦。哦。碰水嘅天又種，叫做噴農藥嘛。哦。該是風就吹是。就來你兩戶人都，你係採用嘅你嘛，見到有農藥啊，嗰是懂得啦。對。嗰是按用嘅天碰水嚟天又種一水，那個產到有2米到3米嘅，為所懂得種，啊，按為種喺綠裡啊，種嗰個冇比噴農藥會就來，啊，按用嘅，天是到得嘅，其實我看好了，按住摘到菜在去。驗有農藥嘛？哦，還要檢驗驗清米這個收穫的成果就錯誒。嗰時泰國講農藥驗冇問題，一點不能殘留，不能0.02 ppm 懂得？全部就做唔得。就是那個未檢出長到得。哦。差唔多農藥就驗差唔多300人種嘅農藥。哇！到時懂得你驗出到嘅時候啦。好。你一好咧，其實就可以在非常都有學過嘅專家學者啦。哦，還要評審是不是？去看，你隻農場各項都真冇問題，就會發證書俾你。古時候會有一張有機的證書，有機認證。每個都有機哦，按照有機轉型期。哈，還是轉型，有機轉型期按用嘅認證。古時候其實。也是按台灣的有機嘅認證啊，這個有機轉型這整個評審的過程，其實應該算係當嚴格嘅，從冇，應該算是很嚴格。很嚴格，當然。對。米格哈，佢到底農藥容許0.05 ppm。有機嗎？有機是可以容許的。容許農藥驗出0.05 ppm 以下都還可以。我哋台灣懂得零檢出是頭。係啊，咁嘛用因。建議講啊，到底我哋學物件按用嘢冇？唔過台式價嘅消費者啊，一下子會害怕。本來台式價是仲好是冇農藥啊，因為你下就講可以放一點點，該驚死嘅，還是冇啦。古時
说台湾啊，现在看到有这个有机转型期的这个证书，对不对？其实佢就係經過的這個層層考驗、層層關卡了。故說各位鄉親、各位觀眾朋友，做得唔是按時，可以多相信呢啲農民，都相信下的政府的一些機關單位來牽頭這個有機，協助這些有機農民來做這個轉型的過程。故說啊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休息再來再個同大家來分享羅泰國養農場的故事。好，歡迎大家又到到福起來嘅節目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地都來同大家小嘅係對苗栗來嘅這個羅泰國好，我同大家來分享，家嘅有機農場上來種嘅物嘅，韓國啊上來有機係物嘅，各位觀眾朋友對有機嘅問題，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了。好，家下有講好羅泰國佢係有機轉型嘅這個認證，韓國啊佢種嘅當道東西咪用溫室來種，唔過阿群妹。還係有一張問題吼，假使講要種有機，我們就是種唔得用呀化學農藥、化學肥料。迄假使講，你有嗰條병蟲害，真的遇到了呀條병蟲害，按用嘅來處理。從那병嘅問題吼，對有機咧19年來，多年是研究啦。多年是研究當中，從安尼到種落來不？要到底是頭都市嚟創嘅嘛？嗰度在度種落菜，到底我哋煮嘅來盤，同喺天嚟衝到底是係嘛？咁嘛用研究講，嗰啲都從真菌啊、桿菌咧，自然界當中該從食來去屬嘅事體，開始要發明呢種係從蘇力菌啊，啲都太世界都要用，咁盤來嗰都毛蟲啊。就是洗切的該種做玻璃菜、戗花菜，該到十字花科的菜，對，冬到蟲，冬到了種來蟲，該用蘇力菌噴來，該是做成為洗切的啊，該是啲都放濕凍到啦，從該用煙草水啊，哈，煙草，該去泡水澡來噴，該就都從喺刺啊，哈，該蚜蟲啊，叫做刺，那個紅蜘蛛喺度啊。就是因為時強強，咁嘛要當要好啦。你當研究聽，你一見嘅咪開始當係微生物從，就都平啦嗬，從喺頭點嗰種係小病嘛，從喺脖路咁樣一點咁樣，咁你係從頭開始種係啲你是噴一種微生物嗬，像你啊遇到用古特菌嘛，或啊嘛是用枯草桿菌嘛，都得，嚇。這也是隻種類是可以噴，但其實睇也是隻下唔會不平啦。哇，其實係有方法嘅，對不對？然後呢台灣啲農民同鄉吼，當然呢個研究呀，對呀，有機嘅方式，用呀有機嘅方式來防止呀的病害老蟲害。韓國啊，其實呀種有機當中也會做係奶嘅。韓國羅泰講，係用溫室嘅方式來搭棚嘅來種，啲都用嘅奶係用嘅奶。咁咪本身天然奶度就這種本身採天然奶就係。係都講配料冇強用品啦，奶冇貼片，冇用嘅。咁配料我就用有機嚟配嚇。用有機配。從幾到你下多是用什麼鈣絲配啦，冇是用你之後按照雜薄類嚇，從喺黃頭嚟撲啊嚇，冇是麥片來撲啊，對吧？冇是做肉剩下來雜薄類嚇，來做有機配，按樣來用來按樣來改善佢嘅土質，改善土質，下鬆掉，下鬆，下皮，下配點，按個緊出來緊是會上下好，下健康，植物嘅抵抗力就會下強咗嘛。韓國啊，像呀種呀條菜啊，經常嘢就係呀菜嘅苗。唔過種菜苗其實唔係太搞度喎，像我屋企我媽媽咪用種菜啊，整件愛自家來買嘅菜葉，等佢自家來上嘅菜苗啊，係做得啦。唔過那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。故說聽講羅泰講，你自家沒有來種呀種苗，對不對？係，因為你喺度種呢種係
就拍菜啊，冲光拍，嘅时间冻断啊，差不多3礼拜、4礼拜是都在摘咧。刚才都系向一般来个育苗场，吼，那就卖种，佢都会喷弄落来，因为佢系冲动到，它是动唔得冲动来啦。我都爱切架卖长到得。爱切架卖。嗰是爱材质最好是都得用有机嘅。清好就有机嘅材质。台湾卖唔到啦，冇人种了，真系有机嘅个材质，所以到种苗商吼，我佢讲，都唔得让个材质弄落来，都唔得，嗰是天一铺，天一铺，嗰材种嚟耐啊。我就直接做成种德国进口啊。德国进口的是培养土，用培养土给，没有什么外面的那些细菌，还懂枪力的奶。枪力开始培养土。清天孔的状态。它材质为到个培养土用血盘嘛哈，为好开始用到我的温室。因为我都这个有机的温室嘅环境啊哈，冲到平啊都当然要控制的嘛哈，开始。下唔会就冲个平嘅问题啦，咁自家怎做？原来係安呢，古時候啊，啲電視機頭前呢，婆婆媽媽們啊，假使去到菜市場，要去到1點地度，想要來偷講想要買有機嘅菜，想來叫安用嘅來偷，安用嘅當做嚟講也係有機嘅。有機嘅菜，呢啲啊，都菜看唔出來。同埋都要菜按醬，菜看唔出來。嘛按太葱按醬啊。你研嗰種驗證標章啦。我看認證的標章就錯嘅。包裝頂狀態吼，有一隻 CAS organic 嘅驗證標章。該怎做得？我有認證標條，我有認證的標條，當做得看佢係有機哦。因為當到人講可能種有機嘅菜就唔會看到按醬啊，可能撈到種有機嘅可能就會想到這有冇？其實冇，你看芽菜雖然這個有蟲咬的痕跡，不過芽嘅菜是很有精神的，而且你對苗栗帶上來特別綠樣哦。這個它已經割下來一段時間了，不過佢還係當有精神，所以其實有機嘅菜並唔可以講較差，也係較濟。唔係，變相到底變5日。哇，點到較久哦。到底。因為一般你菜可能買咗嚟3日，就哎呀，就綿看起來冇精神，有點脫水的感覺，對不對？古時候啊，上愛假使講，今日看到電視，上愛同這個羅大哥，上愛同來買呀條強菜，有機嘅強菜，啲那片做得同買到，比如講你係唔係有去市集呀，也係講苗路巷做得來老唔聽。我啲啊市集我下冇去。下冇去嚟啦，咁拜到禮拜我冇下冇閒，下冇閒。而家從台北啦，又到店，有機店，比如講有那按多店嘛，從248農學社。哦，農學市集，農學社。248農學市集去到天母又那個中橋，金光3月 A11館嘛又店，那個個有機園地嘅店。有機園地。啲嘛，加早咯在。內湖啦，喺天母、東湖都先有店，7、8間啦，吼。韓國亦都有下世間嘅啦，佢從誠心誠意啦，韓國嘅主動來易客來啊，吼。托人嘅嘛又不用啦。古時候就是盡量就係不用到有機嘅商店，錯冇？因為可能就會對有機有可能咩人家的，就是直接的到有機商店去偷其他的想要買嘅東西。唔過談講，我羅大哥有一隻同 TP 咧同路哦，係同公司來合作。哦，真係同大家講，係用嘅合作方式麼？嗰是講到喺10年前開始種嘅時節，剛開始種嘅時節吼。唔啲菜係賣半馬沙咧，佢種按到哦，一隔冷一天嚟玻璃菜，佢加建倉庫。天時候樹上嘅時節當多啊！唔啲係賣半馬沙，佢嗰時節後佢竹南有一間按照群創光電公司啦，佢開始上來本佢嘅員工設下好啲吼，佢上來種本身是講7個月來種啦，唔講咧佢。經濟發展去懂唔得賣田，其實冇法度種，我冇法度種，其實講啊，今日呢度苗栗大概有機農場都來合作嚇，看用因，佢到有機農場種，係啲公司來賣，
安阳因咧让苗栗来个有机吼，变下豆因种，吼下发展安阳因。啊，毋过确实是具有产作条件啦吼，第一会有机，第二会到苗栗，这两者豆因都在嘛。啊，毋过提产是无法度啊，会用弱势团体做员工啦。哇，还要用弱势团体来做员工。这行还是抢街友嘛，可以是总是些抢街友。这种事就开始有抢街友。抢街友的那来从他种出来，还是符合佢讲的提产嘅条件啦吼。但是可是买出来本佢可是你概念200公斤啊，用去卖。哇，迄买本亚健公司的所有的员工，迄按你咧封什么？唔系去团膳。团膳哦，员工的餐堂。早中晚餐那用还有宵夜。哇，故说他利用就动态耶。你差不多5000人食盘嘛。哦，早中晚餐3餐，宵夜4餐，做选是有机。最大量的是这是一礼拜是2顿。哇！哦，不是2顿来出。你也是一个嘅2顿下少掉啦。古时候一车合作到夜下，已经10年的时间。古时候看哦，爱有有机行，爱啲苗栗行，爱拥有这个弱势的员工，怎么该安尼呢？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来同大家讲。欢迎大家又到到福喜来节目，我係综艺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呢度同大家來紹介係苗栗嘅有機農場。上一趟有講到好咯，泰國佢唔單淨係種有機，韓國啲苗栗也搭蔬菜以外，其實啦，佢係用嘅一弱勢團體嘅員工。我想講，奇怪啊，我就需要那個要雇員工啊，跟我就一般嘅青菜大家都做得來啊，怎麼解羅泰國我貼想到講，也個員工搶呀弱勢團體嘅也得員工了。日本的農場吼，首先係按照夫妻店啦。夫妻店。2、3時都在做，家己差唔多2分提、3分提咁做。啊，唔過我太太佢係國小老師嘛，冇法度去從下做啦。啊，我係想講，我係供應，啊，你係供應要安南青，安南青，啊，我係挑一隻工作哈，是說創世基金會作為輔導街友。我想講啊，佢都愛嘛做，啊，來倆讓來填收嘛，哈，應該是問佢哋講，後來哈，後來填收麼？愛找貢獻全本錢啦，哈，差唔多要4屆，最開始要4屆來從下做。啊，唔過嗰段嘢做到咧，要到做半年，做幾年是走起嚟啦，做唔慣啦，伊就到冇被下好啦，還是做唔慣就走去啦。啊，冇了到接用還是可是慢慢是甲你都同我身心障礙者嘛就強啦。啊，透過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哈，啊去畢業埋，個同學啊是來了到做簡單的啦，個身障佢做下複雜的其實冇法度，簡單的佢像為材質啦吼。包裝啊，其實都得做。哇，唔過當用心誒，就係本家都有辦法，假使家都自家優秀，就這個意思，自家的能力自己謀生，對不對？就唔是按辛苦，而且其實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價值。錯，故數啊，沒想到來同大家分享，羅泰國嘅農場啊，唔單搶安呢，唔單搶有一條菜天天哦，還有給人，還有給什麼？韓國談講給係農場裡面的小幫手。因為伊但芳一百度來衝啊吼，佢走落去，佢嘅天敵冇法度落去，比佢下台，我哋명凍死哈，佢害蟲走落去，實際佢天敵冇落去，其實一下貴件做錢係，咁冇法度打農藥啊，咁我就是想講啊，想辦法，咁到尾是看到到農場，佢要學嘅，我愛想啊，咁嘛到底啦，我就是開始20隻、30隻，冇法度，食唔太個衝硬多，咁溫是硬太件，每到尾後我都研究出來吼，一片最少係2隻，
一片2只鸡，酱油啦，然后全部会冲的色体。故说人家嘅员工还有鸡，对不对？鸡咩係人嘅员工，錯冇？錯，啊其實愛食嘛愛食飼料啦，不過該飼料嘅就因是冇講賣因片啦，因為嗰度有機農場哦，凍降污染啦。哈，真嘅，像前一波嘅新聞，嘅雞卵有帶奧辛嘅污染，也就係可能啦，很有可能是飼料這個的來源的污染，應該係按呢。故說人家就連呀，這個飼料就係自家來調皮。你行就自家做哈，賣玉米哦，麥片哦，嘅lon紅、麵糠啊，那個嘅麥麩哦，麥麩，自家攪好早，add 微生物菌落，會發酵一日，會發酵一日，成本解釋。哦，故說其實當健康呢，特都當健康。哇，故說啊，你看這件係很天然，就像我喊細時節，我爸爸喊細時節。佢哋自家屋卡底部種嘅一種環境，對不對？就係一種嘅感覺。韓國唔單止老太個自家喺農場嘅主人以外啊，佢還係嗰啲苗栗有機產銷班嘅班長，對不對？班長基本上係特別帶其他嘅配人嘅農作物、農產品來同大家來銷嘅，帶咖啡係冇？係冇錯。然後咖啡是我班人做，佢自家種啊，佢差唔多3分2天啦，哈，叫爸爸。傳本機啊，佢想講啊，都喺病人放啊，上籌上書啊，咁其實就喺整理哈，還是種到咖啡樹落嚟啦。哇！啲苗栗那一片啊，種咖啡樹，苗栗頭屋種咖啡樹，咩用有機嘅方式？冇錯，哇！用有機嘅方式來種咖啡頭，唔單止按嚟整個有機產銷班，還有當多做無營養嘅農產品、農作物、無營養嘅專業嘅農民，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有哪按多種樣嘅水果、香菜。嘛有種香蕉啊，嘛有種鳳爪，貢果奶嘅特產鳳爪，還有烏，嘛有，烏誒，還嘛有當然種白，種嘅。按照柑咩？啊，種菜也是當多啦。種菜就當多。種菜係最多，該種玻璃菜，你睇，熱帶嘛確實，熱天嘅玻璃菜是確實有咧。熱天咩有玻璃菜啊？你睇熱天差唔多會散當從馬拉邦啦，冇事嘅離山長有，咁講嗰啲偏題嘅嚇，確實嘛有人在試種嘛都得嚟啦。養熱帶是有咧，按照該種拍出來都是最多啦。故說係對苗栗各隻蔬菜地度。故說羅大哥，你係自家係苗栗有機產銷班的班長，你自家啲呀苗栗南河有隻蔬菜經營一間農場。你知道農場老地方嘅發展做得有乜嘅結合？我確實是。南方種菜嘅時陣，我是到喺村莊講過啊，嚇，你南方按醬，山好水好，對，有冇賣煙，該到底發展該休閒農業，村莊聽講，嘛到底咯，嚇，其實可以是講上會攀啦，不過最可以是該，因為村一百度做成村農業家凍乾草，該開始還是有人差2胎3胎來，其實講有多人吼，操到佢嘅生活吼，其實做唔得。咱當面是想講呢度從推種來人啊吼，佢退休來時到南方賣提希望，佢想講南方暗號，佢到咧引入呢啲外來的資源吼，結合北河社區兩隻社區吼。窮下來做啦，它其實是發展主要產業是有機農業的主要發展產業。你要是可以觀光客來還是先摘菜，先到喺農場體驗摘菜，農場體驗嘅感覺。摘到菜佢嘛到底中午嘅時間嚇，佢嘛到底煮。叫個大鍋菜，向師傅來煮，今嘛都在做菜是係人煮，其實都在現場是學的啊，嚇久嘅時間呢，該社區有該媽媽嚇，佢會做
披萨，会做窑烤面包。哇！哦，还是像个社区的妈妈，搞记得永远做窑烤面包是第来往安用几年，他安布西特伊是摸早起，该站档嘛就露营区。啊，就山西甲露营区，你遐当到萤火虫，好棒哦！然后油桐花嘛都在看，都在算讲几日来个行程，都南湖、北湖、龙扎社区都来观光是错。真嘅，无看无诶，你台湾的农业无？他刚人讲吼，你的历史系对农业，我们是农业立国的，对不对？无看无呀，农业做得好，做得精致，也做得带动规则社区的发展。对不对？古时候也喊个就想我来问一下老太哥啦。你刚才有讲到你台湾的创世基金会做谁？做嘛该会突然间就是转换了一个跑道，再来做农民。你讲都是，该创世基金会都在做的时间还薪水嘛，动过4万人的，做小组长嘛4万人。很稳定的感觉。嘿，啊，不过做第2年吼，我94年是创世，95年。都系统还是同动球咧，还是检查，检查出来大肠癌2期啦，哦，95年大肠癌2期是差不多宣判60%的死亡率啊，啊，开始开始动翻路啊，哦，有没有按30人岁是大肠癌哦，还是30人岁听听，系啊，还是可以到化疗。就以前差不多第20人嘅，20人嘅在世界还是都在想讲，怎样会按后上得到了通安，和抗动毒素，所以最重要是讲食来问题啦，饮食食的问题，系啦，食调好是错啦，你看人食调好，太精致的饮食，容易改变哈，因为太爱摸一个下就食概念咧，但会怕呢，哦，我想讲一天爱。让佢都穷下嘿，培养他陪他长大是错，应该是可以是讲啊，俺唔会做了创世基金会，饲家都可以农场好咧，饲家食空天的东西，食下好诶吼，食自然诶吼，和带到下好诶环境，它强烈的素材，它好的环境，它做事就会流汗，新陈代谢有在循环就对了。哇，古种唔看啊，老太哥甲总有佢嘅理念嘛，喺味道饲家，喺味道武康人，古种佢也下爱留佢饲家说咧，留武康人说咧，同大家来分享。古种今天谢谢罗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，谢谢。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休息一下，停停运动欣赏来做运动了。